观众朋友你好，小弟吴国清本人欢迎你收看今日新历4月初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行政院加开一摆临时议会，宣布推动进一步替民间消掏困难的政策，规模有一条过500亿。美国遮已经有20几万的人得到武汉肺炎。纽约州的州长才宣布讲，要把少年家运动娱乐的场所拢关起来。2月25日，嘉义县洪忠良县长的牵手和县府的员工做伙去欧洲旅行，洪县长本人当然献面，甲社会会实的。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又搁新增加10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有8个是带病入境，2个伫国内去挖着病。到即当阵救无起来，致病死亡的人数已经有5个。咱国内计共有339件病例。咱今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10例的确诊个案那8例为境外移入那2例为本土。那总共我们今天病例是330号到338号。那本土的个案为一位50多岁的男性，按335，及40多岁的女性，按336。其中335多日腹泻不适，到诊所医院就医，3月20日已按291的印尼境外的人的接触，所以3月23日发病。那这个案例336是应该是一位保全，是一位社区的保全。那相关案件我们在传开疫调，那我们也告知社区的主任委员，由他去通知他们的住户。那早上也对于社区做整体的一个消毒。那相关我们会针对整个社区里面有接触者或者有曾经有症状或有出国史的做进一步的调查。那今天8例的境外移入个案是6男2女，那年龄介于10多岁到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6日到31日，发病日介于3月15日到28日。今日早起，行政院加开一摆临时的议会，决定要推动进一步替民间消掏困难的政策，规模计共有新台票一条过500亿。苏贞昌院长也亲身出面，表明讲病情不比早当时伫中国咧传尔，但是已经挖甲全世界。当然，渡过难关的钱额也着爱增加，望讲用一条救台湾。过来也请蒋明鑫政务委员逐工甲国民报告详细。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领相关部会首长做伙出席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说明纾困2点控方案。苏贞昌指出，疫情伫全球咧传，议会通过预算要用一条救台湾。当时只有中国的疫情，现在是全球的疫情，所以预算势必要增加。而我们基于对人民产业的纾困需要，所以我们准备用1兆0500亿的预算，1兆救台湾，让大家渡难关。原本编特别预算600亿，即马加1500亿，以缓济急加码1000亿了后，有1400亿，搁有贷款协助7000亿。财源对来主计总处有规划，1兆500亿元，占109年度预计的 GDP5.4%。疫情冲击产业嘛出现失业潮，行政院要针对就业提供补助，要甲就业的192万人顾调。经营部里面的服务业跟制造业大概会协助66万人，交通部的旅宿观光呢是14万人，那司机跟自营商的相关工作者呢大概有12万人，另外还有自营工作者呢事实上达到100万人，总共呢我们稳住就业大概是192万人。这192万人占我们整个就业人数呢，达到16.67%。大家拢咧注意的振兴方案，政府要推动酷碰券来刺激消费。经济部长沈荣金指出，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上侪1000块。是你消费，我来折扣回馈。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来透过平台来协助。那老人的部分，我们也会透过敬老卡来协助。那每人每月那上限呢1000年。因为疫情严重，牵涉灾民真大，苏贞昌已经请龚明鑫每一天向外界报告相关的进度。做纾困的陈时中希望防疫、纾困甲振兴拢做较好。记者郭彩兰、曾志成台北报道。
咱也来看清明休困头一日，东部的苏花公路山区改善道路遮，透早车就塞到掠排，1点钟平均车拢有超过900只车按这节照路经过。虽然限定的时速已经提高到70，不过车咧走嘛是20-30一卡刀尔。磅空口塌翻头，甚至有3公里远。车排了真长，速度真慢。清明连假头一天，苏花界为透早开始，就出现了路南车流，每点钟平均的车流差不多有900以上，已经超过苏花界4家的负荷量。造成磅空入口回抬到苏澳市区，差不多3公里长。车流很高，一进到隧道它都是要去拉距离，所以它速度一定会降，所以对于这个提速，它的明显度就会比较差一点。那如果是车流量不要那么高，它有一个比如说每小时就是在700以下这样的量，那提速的速度这个的效率就会比较明显。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真侪民众减少坐大众运输，改家己开车出去，造成连假的车流量真大。虽然交通部已经把苏花界限速为60提悬到70，效果煞无明显。早起的时阵，平均时速只有20到30，过了磅空差不多1/3，才会当提悬到40公里。你开多久？大概将近2小时。那会不会遇到隧道里面还有一些龟速的车子？今天比较没有和平西桥南下车道，目前往南花莲市的方向行车速度约有40至50，行车蛮顺畅的。面对车流，警方协助疏导交通。公路总局是估计，初二苏花界路段的车流量可能会来到19000台，大塞车的状况要到暗暝啊才有办法来疏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病情拖无休，不少民众拢唔敢坐公共交通工具，换家己塞车上北落南。来看高速公路嘛，自透早6点，车就开始咧密，自本就较高踏迄几节，时速拢敢若20-30只尔。加在中道车阵就流啊有较透。那共款坐客运、坐火车的人客，嘛拢有斟酌着各地方的车头，拢开始咧磅体温，阁有要求人喙暗就爱挂了。坐车的旅客经过红外线测温仪，被抓来做复检。原来是伊手内所摕小的食物造成测温仪误判时发烧。清明连假第一天早起，台铁、高铁的车站内面拢有真侪坐车的人，乘客大部分拢正配合有挂水暗、量体温。伫客运站是较冷清，为着防疫，公路总局要求各转运站。伫卖票的所在，抑个上车排队的所在，拢画1公尺距离的标示。有几排以外的所在，拢伫中外位拍一个叉，希望让优开距离。人没有比较多，可是好像大家也都没有保持1公尺的距离吧。那你自己会特别跟大家保持一下？尽量啊，因为有小朋友。伫高速公路部分，一早起有真侪所在塞车，国道5号往宜兰的方向，车速8降到30公里左右。国道1号的湖口加新竹的罗南路段，车速也8降到20公里以下。高公局估计，连续假期第一天罗南的交通量大，差不多是普通时的1.6倍。下午的部分预估在12点高承载管制实施之后呢，还会有一波的车潮涌现。那在国五的部分，可能会到下午的5点左右，还是属于车多拥塞的状况。高公局观察。今年清明连假第一天早起，交通量比去年同时段减少差不多1/6，淹过一寡所在也是塞。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目前得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92万，不幸死亡的患者也有46000几人。美国遮就已经有21多万的人染着病，4000几个患者过身，甚至嘛有出事才6礼拜又影不幸过往。干那纽约州遮治病人数就超过中国规国的病例。州长但是讲，少年人拢唔听劝解，四界行，伊决定要甲运动场、篮球场遮的运动娱乐的所在拢关起来。为加强防疫，纽约州宣布要关所有游乐场所。You get infected, you give it to someone else. So think about somebody else. We're going to take more dramatic actions. We are going to close down the New York City playgrounds. 州长古莫做疫情干部时表示，因为少年人唔听劝，疫情期间又愿拍走，伊的这个生气唔是无原因。在疫情风暴中心的纽约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83000人。
比中国全国也更加侪，死亡人数也接近2000人。伊有讲，疫情高峰期恐惊4月底才出现，表示要考前1个月，若佫无细致，疫情恐惊大失控。另外，全美国疫情也咧失控边缘，确诊人数伫当地时间初一破21万人，死亡人数有4000多人。过去24小时过世978人，创下单日新高。康乃狄克州佫出现一个出事6礼拜就死亡的婴儿，应该是全球死亡上少年的病人。副总统潘斯初一表示，美国疫情爆发的模式，甲欧洲上严重的意大利真共款。停伫关岛爆发疫情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伫舰长紧急社会求救了后，海军总算同意，予大部分的人落船。We already have nearly 1,000 personnel off the ship right now. And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 expect to have about 2,700 of them off the ship. One thing I want to emphasize as well is that we cannot and will not remove all the sailors from the ship. 海军强调要有人留守，维护航空母舰安全。目前93人确诊，落船了会伫关岛的饭店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一只游览船，名叫山胆，因为船顶有人诊断确实得着武汉肺炎，甚至拖甲死的较侪回旅客不幸过往。但是已经伫咧太平洋漂流半个外月，拢无人要接纳伊去换岸。这只山胆游览船连夜会开去到美国的佛罗里达这州。川普总统嘛望州长会当接纳这只船入港，不过州长是还袂允许。We're going to be in this for another 30 days. I'm going to be doing an executive order today directing all Floridians to limit movements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s outside the home to only those necessary to obtain or provide essential services or conduct essential activities. 伫中美洲太平洋间漂流2礼拜外的圣丹河游轮，阁有前来支援基本亚船鹿特丹号，要伫4月初2到佛罗里达州罗德代堡，等咧稳准客港互乘客落船。虽然州长上迪特是无欢迎，欢乐圣丹河大量新冠病毒的带源者，拖累当地医疗的资源，阁下令初3半暝开始，全州2000多万人袂使出门。毋过，总统川普是改变一开始拒绝自尊公主号游轮停伫旧金山的立场，呼吁佛州爱领导的接受，阁表示英国佮加拿大已经准备去佛州，甲圣丹河顶悬家己的公民接转去。We have people that are dying on the ship, or at least very sick, but they're dying on the ship. So I'm gonna do what's right. 圣丹河游轮3月初7为阿根廷出发，了后传出9个人确诊患着新冠病毒，且有200人有相关镜头，其中有4个老大人死亡。为迄阵开始就变做海上的孤儿。圣丹河所属的河美航运已经派鹿特丹号游轮，甲船顶面1438个健康的人接过去，其中包括14个台湾游客。船顶面的游客透过视讯的方式，讲因真希望去华落船转去的心情。There are over 300 Americans, including 49 Floridians, on this ship who feel like their country and state are turning their backs on them. We need the U.S. to abide by their military motto, no man left behind. There are also many other people on board who need our help, who maybe not be Americans, but are human beings, and they also need help returning to their countries. 川普和上迪特拢表示会继续和对方来沟通。目前美国海华防卫队搁会研议佛州的客华计划，只要地方和中央有共识，就会随交这份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当时搁加864个患者死亡，英国嘛搁加563个人过往，这拢是拍破进前一天内所计出来过往的人数的记录。甚至英国者连历史已经100多档的温布顿网球球比赛，也宣布今年要取消。这是对2次世界大战到呾头一摆取消比赛的情形。西班牙一天阁增加864人死亡，创下单日新高，已经得要1万人死亡，感染人数也增加7000多人，已经破10万人。不过，确诊正咧隔离防疫大众死亡指出，虽然病例超过10万人，不过单日新增加病例比前一天减少，显示疫情开始稳定。Ahora el caballo de batalla está en conseguir que nuestro sistema nacional de salud sea capaz de garantizar la cobertura adecuada de todos nuestros pacientes y su tratamiento. 西蒙表示，即卖目标是要减少重症患者避免医疗体系被砍低哩。同一天，政府也推出新措施，援助受疫情冲击的民众。4月7日开始，到紧急状态结束了6个月内，厝厝免赶走적税厝卡，冷气、厝水、水电、天然气免登记。
各为无符合领取救济金的失业者提供另外补助。去年意大利感染人数破11万，13000多人死亡。总理孔蒂宣布延长封锁到4月13，结果有7万多人感染，死亡人数不到1000。德国政府又宣布要延长禁足令到4月19，佮呼吁民众过夏节假期唔通出来佚佗。英国是单日新增加563人死亡，创新高，总共2300多人死亡，感染人数接近3万。全球上名历史上久的温布顿网球赛已经宣布停赛，这是之前了后第一摆取消比赛，也是第一摆因为疫情而取消。另外，今年11月伫苏格兰举办的2020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因为疫情延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自从印度这个国家宣布封城了后，一寡本地咧做小工度日子的百姓，当时无地去讨炭，无通食3顿饱了。国际劳工团体嘛烦恼讲，这个人袂治病，惊就会生饿死。印度为3月25开始全国封城，为新德里到孟买到班加罗尔所有的都市活动拢停起来。平常时真客火车月台甲公车站，这时阵也拢无人，市区无啥物车，就算赛车或者是骑车出门，也被巡逻警察班查劝阻。唯一看到排队的所在，只剩超市甲卖场。不过这种情形当然对经济发展不利。上受影响的就是靠做线工，领一工薪水的底层劳工，伫工厂被迫关门，运输中断，送货暂时停落来之下，靠开卡车生活的保伦达，伊无收入已经要几啊工咯。提供到交通全部停驶，新德里一寡为庄卡到都市做工的人，甚至要行几啊点钟才能回乡。搁较早实施全国封城北非国家摩洛哥，情形也同款凄惨。做布棚的莫拉德则无订单，不得去只好关工作室。不过伊也无资格领每个月$200的疫情失业津贴。هذا المحل هو باش كنخلص الكرا ديال هذا المحل. أنا ما عنديش شي مدخول. عندي الماء عندي الماء والضوء عندي المدخول ديال الوليدات المصروف وكل شيء هادشي ما حتى حاجه ما متوفره وكنتمنى والله الخير وصاف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110亿个人做非正式经济活动。印度缺少工作保障的卡车司机，摩洛哥开店做布棚的人，因平常时对经济做出实际贡献。不过伫疫情来时阵，生活马上陷入困境。病毒这时阵也显示散车问题残酷。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消息，4当前的过年暗放火烧死6个亲人的歹徒洪仁贤。去年7月就互法院判决死刑定案，昨暗也来过刀执行枪决。这是蔡英文总统任内第2摆枪杀死刑犯。法务部蔡清祥部长是讲，因为所有法律的程序拢已经行较进步，照步来就是爱枪决。总是目前咱国内还阁有39名的死刑犯。初一暗时，死刑犯王仁贤伫台北家家枪决，伊是2016年伫桃园龙潭为落楣烧死6个亲友的死刑犯。案发了后，王仁贤不止无后悔，还阁伫法庭呛法官比重载，讲家己早就想要抬死全家，为1审、2审到经1审，法官全部判死。去年7月死刑定验，初一暗时枪决。只要依法能够查明他已经没有救济的机会，包括没有非常上诉没有再审，也没有申请到法官会议解释以及经过特赦。那我们就会依法来执行。法务部表示，一评死刑拢经过严格审核，无特定对象，也无时间表，佮符合联合国2公约情节上重大的犯罪。这几点也拢符合这要件。这摆是蔡总统就职了后第2摆执行死刑，顶一摆是台死无囝的李鸿基，伫2年前枪决。听到王仁贤被枪决的消息，伊的家属讲无啥物感觉。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什么或希望什么，没有期待，因为我已经不把认为他不认为是家人。王仁贤家属阁表示，据传影伊的遗体，王仁贤被枪决了后，台湾的死刑犯为40人，正做39人。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法务部是强调讲一切拢照法律行，暗示有成立时间表讲当时要甲死刑犯考证，
不过废除死刑推动任命者人士就批评，蔡总统上任到担执行枪决这2条案，拢也无经过司法救济的手段。伊嘛讲，宣传要渐渐废除死刑的中华民国，伫咧众人拢支持政府这个时机，竟然去枪杀死刑犯，实在引人感慨。洪仁宪伫咧初一暗时去互法务部执行枪决，佮加上台视情某，甲6岁查囝拐走了后烧炭，已经伫咧2018年枪决的李鸿基，伫咧蔡英文政府任内已经进行2个死刑犯的枪决。执行的部分呢，我们本来就没有时间表嘛，所以这个跟疫情也无关啦，那只是说在决定的时候呢，认为说有必要的时间内就做处理。法务部强调讲，一切依法执行，毋过人权团体废死联盟批评讲，一直讲大大的废除死刑是上尾目标的中华民国，伫咧防疫有成果、支持度变悬的时阵，煞来执行死刑，就那就是国家伫咧愚人节甲小偷啊抬掉。翁仁贤的确他没有要求再审非常上诉释宪或特赦这些没有，可是法务部依照他们自己的职权，他本来就应该要来审核说，那这个人他的精神状况到底适不适合执行死刑，这也是公约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蔡政府枪决的2个案件拢无进行司法救济，甲其他要求非常上诉等等救济死刑犯状况是无同。捌做过司法官的律师认为讲，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佮加上无经少连续发生随机杀人案，大家拢真惊吓，执行死刑加减拢会当主动犯罪考虑。疫情紧张，那人心惶惶，会不会大家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会比较乱？那执行的事情的话，会不会说有贺阻的效用？有法界人士私底下表示，法务部执行死刑，就是要向台湾人宣告台湾无废除死刑。嘛认为讲注重人权的欧美国家，目前当地无严防疫，对台湾执行枪决的注意度可能会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远东航空的张光伟董事长，牵涉将伊所经营这间公司22亿的资产拢搬过手，任甲空去。3月31日，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判讲，因准伊800万交保，不过昨晚检察官控告成功。早起张光伟搁再出庭的时，后梗也甜，讲所有的钱拢是伊家己独资的，哪会去互法院扣押起来，搁枉屈讲这是犯罪所得的。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光伟，初2早起挂喙暗到台北地院，连续3天进出法院，因为8月3月30日裁定800万交保，被检方控告成功，发回仲裁。张光伟出庭时强调，公司是家己独资，虽然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司，本质也是私人的公司。那怎么会把我的钱全部扣了，然后说那是犯罪所得，然后说我交保金额太少，我真的是已经穷尽我所有的力气救公司，我已经倾家荡产，我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了。张光伟被检方指控，在2016年不实登载财务报表，提供民航局诈欺；2019年，各无经过核准就停业。牵涉犯登载不实文书、诈欺得利、商业会计法定罪。检方最近检控怀疑张光伟有多方串证，反复实行犯罪的记录。不过张光伟法冤枉，强调家己死也要死在台湾。母亲年纪也大，小孩也小。我怎么可能说我离开？而且我死我也会死在台湾。伊阁强调，早考的3000多万拢是家己的钱，而且公司重整的时阵7000多笔的债务已经全部处理了，阁一摆团还到庭。张光伟是毋是还阁用得到交保？上紧下晡裁定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昨蔡英文总统宣布讲，咱会捐1000万的税案，支持病情拖了较严重遐的国家。但美国在台协会李英杰处长也特别去拜访咱卫生福利部的陈时中部长，表示感谢。俄罗台湾是正式的朋友。阁有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也伫网络写文章感谢咱。只有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同款开声对台湾正口道谢。总统蔡英文视察疫情指挥中心，唔但关心国内防疫的效果，初伊阁宣布捐1000万的税案来支援疫情真严重的国家。头一波美国200万个，欧洲700万个，还阁有友邦国家100万个。AIT 处长李英杰嘛拜访疫情指挥中心，而且抛出甲陈时中做伙翕的相片来感谢台湾，佮俄罗台湾是真正的朋友。台美做伙防疫，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嘛俄罗台湾，认为台湾应该要加入去 WHO。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雷尔嘛公开伫咧 Twitter 面顶感谢台湾，这嘛是欧盟执委会头一届针对台湾来发表声明，尤其是伫咧美国了后，台湾甲捷克嘛建立防疫合作的共伴关系。台湾跟捷克将就疾病快筛的
这个检测的试剂，还有疫苗以及药品的研发跟生产建立合作。外交部对于双方以具体的行动共同合作来抗疫，我们表示肯定与欢迎。相关国家的驻台代表嘛，拢伫咧人面册铺文表达感谢台湾，表示台湾到3天已经变做新的关键数标记。毋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嘅讲，台湾打开始喙炎禁止出口，唔通想要趁疫情的关系来做政治的手段。如果台湾他愿意提供帮助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乐见其成。但是就是有一点，我想提醒，如果岛内的个别人呢想借这个疫情搞什么政治操弄，那可能他们就得要自省自重了。当蔡总统提出要援助国际社会，那么这国际社会当然也包含对岸，或者也是说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接触性或是合作性的管道，透过这种方式来缓和两岸的一个紧张的气氛。阿明贤认为讲，北京一直坚持讲台湾用疫情的关系，想要表达台湾独立，毋过台湾的援助对象并无排除中国，算是互两岸的局势较热闹，增加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谈判的迷子。毋过以防疫外交战来看，中国所掌握的资源明显超过台湾，台湾袂用这来做援助外国的出发点，敢若是尽国际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嘉义县的消息，2月24禁止公务人员出国的命令就已经发布。谁知影讲过两天，县府就员工去欧洲旅行，甚至县长夫人嘛参加在内。大道议员伫咧议会当面质询洪忠良县长，昨洪县长的看守也伫咧网络的 Facebook 写文章出来找花找赔。洪县长本人也现面，甲社会讲一声实的。你这个约过你这个秘书拄好差1天尔，迄是因为咱反应较慢，无若较早，反正伊嘛是属于爱居家检疫的一员。嘉义县议员来质询县长，讲县长夫人甲县长实秘书伫今年2月防疫期间出国，是不是违反着防疫的措施？县长夫人昨就伫个人脸书发文，为家己造成社会观感的不好来道歉。那在这边我也本人太太因为这样的一个不符合社会期待，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那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一样继续往前为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努力。县长表示，伊是伫2月25号出发，到3月4号回来，嘛是伫回来了后，欧洲的疫情才开始愈来愈严重。伊嘛有按规定自主健康管理，但防疫期间出国的行程也是会带来不好的社会观感。因为社会观感确实有问题，所以他正式的跟大家致歉。那第二个部分，他认为应该给所有的防疫或是居家检疫，或者是所有回国的人，应该更多的同理心跟体谅。县府嘛提出呼吁，防疫期间大家还是爱遵守政府的规定，唔通去做违反政府警告防疫的命令，这才是目前同重要的工作。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镜头刷向北，来看清明休假头一日，新北市侯友宜市长也去邦桥客运站视察交通方面小偷的情形。侯市长嘛，搁再一摆望中央政府就要直接下令，要求所有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民众嘴烟拢就要挂，安尼客运的业者才有法度照法律来约束旅客。当初在2个月前不要求大家戴起口罩，恐怕那个疫情的后果就出去了。我们是不是要更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来公告，要强迫处罚的方式来进行，让100%在大众运输都可以全面戴起口罩来？拜托中央要用传染病防治法正式公告，不然业者他也是蛮麻烦的，他也不能拒载，他没有拒载的理由。所以，只要中央公告了以后，他就有拒载的理由。来讲，侯友宜市长视察车头遮防疫的工作，也发觉讲，由原有旅客嘴烟无挂，伊嘛表明讲，新北市政府2个月前就已经要求民众都要挂嘴烟，搁封锁市府所经营室内活动的场所，这种种的安排，就是要提早准备。侯市长嘛，甲中央政府发声，讲就要明文规定，通互地方有法律的根据对咧行。交通部是回答讲，经营捷运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市府也通照传染病防治法，直接要求民众防体温甲挂嘴烟。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宣布讲，坐火车、高铁的旅客嘴烟拢就要挂好掉，但新竹遮嘛有一间大型的百货中心要照办。要求人客都若要坐百货公司派出去的专车，嘴烟也拢都爱挂，若无就无法度服务。不过北京百货公司的业者是讲，这款办法执行有困难度，因是会加强车内消毒。
司机手提着酒精在车内底不断清洁，外口等车的民众除了相隔1公尺以外，上车前该量体温，而且挂起喙烟，才会使上车。甚至这间大型的购物中心，为了要加强防疫工作，成为全台湾第一间宣布要坐接驳车来挂喙烟的百货公司。很好，我觉得台湾很好，很先进。就是要保持点适当距离，然后这样的话有点间隔，距离1公尺以上这样子。对，就觉得这个做法应该很好。对，是好的。这个我们也算是一个公共场所，那不管怎么影响业绩，我们还是要秉持这个疫情的重要，我们还是要避免所有客人在近距离的接触，避免这疫情在这边做传递的一个媒介。其他的百货业者是指出，接驳车要强制人客拢挂着喙烟，在执行顶悬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安哥嘛是会以柔性劝导的方式，来加强车内底消毒的工作，让消费者会使安心坐车。因为我们百货公司啊，毕竟以服务顾客为至上，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在这一块的话，还是以柔性劝导。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是防疫期间，也希望借由柔性劝导的方式，让来宾都可以自主性的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除了百货公司的接驳车以外，在便衣方面，嘛因为原本进出便衣拢该挂喙烟，所以会使看到车顶的人也拢有挂喙烟，希望以上悬的标准来做好防疫工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关心各地头的农业，西瓜普遍拢是清明前后伫咧收，啊，毋过也有农民近来是真烦恼，讲辛苦种植的西瓜，规片园会互贼盗偷收去，当伫咧园里四边搭篱笆，要保护用心栽培的心血。农民甲一支比人更较悬的地瓜插伫田的丝裤链等，佮甲布棚摕出来围，就是要保护特别受伤的小红西瓜，卖着贼偷。惊人偷班。偷班啊！你讲安尼迄个关度敢有够？有啊。农民毋但惊辛苦种植的西瓜去风头拼去，佮惊鸟鼠害虫吞大因的心血。这个一农民会当为芳啊，迄个野芳会定啊，野生芳有无？伊个改定咧，怎啊内底生虫啊，即嘛也个繁殖啊，迄细粒定咧就烂呀，就无好呀。清明节进前就做办，人来讲车毋比伫市面上讲人像大卖哦，因为迄七轮外伫咧慢啊哦，迄也无好食咧啦。农民差不多拢是伫咧旧历过年迄个斗种西瓜，安尼伫清明的时都有通收成。小红西瓜这款品质得高，毋免伤费心神，毋过品质若袂好，一株西瓜敢若通留3至4粒果。农民表示，这个西瓜过几工啊，都有法度收，总是搭篱笆甲田围起来较安心，才袂互半冬的心血拢学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今仔日咱来开讲西瓜，着时种作才有起工。俗语开讲西瓜长。虽然讲遮个农民看着讲西瓜一日一日大，共款说真侪俗语，毋过总是俗语拢是咧比拼人世间人甲人咧往来的道理。像讲有一句，我相信讲真侪老辈拢会晓讲，人讲暗头仔食西瓜，半暝仔反正。暗头仔咧食西瓜对啊，谁知影讲西瓜，咱人拢知，下水紧，较冷，所以半暝仔吼行会反正。到半暝仔，人才小可咧叮当，连找医生当着爱走急诊哦。毋过即句话嘛，毋是咧讲人的病痛，毋是真正讲你食西瓜会反正甲袂啦，这是用即种经验谈来对照啥？对照讲就是有一款人，今日甲你因好。到讲半暝想的，头路要搁变，明仔甲你讲啊歹势啦，讲甲全理由规山坪。即落咱俗语话就讲暗头仔食西瓜，半暝仔咧反正啊。啊有哦，确实有真侪人若用俗语来甲描写，甲西瓜有牵连的俗语，真正讲甲对同啊对同。另外还有一句，相信讲无论老共井，大家拢会晓讲。甲即马民间还阁真流行呢，讲食西瓜就爱挖大饼。这咱拢知啊，一刀破落总是无在条站甲准。西瓜有分大饼甲细饼，有真侪人吼目睭袂输敢若抹油共款，金酷酷。知影讲食西瓜就爱挖大饼，就爱挖迄个大肚的。你讲这是好也毋好，总是世间的真理安尼伫咧变化。咱颠倒来冷静，颠倒来去想讲，永过念歌嘛咧讲呢，讲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你若要锦上添花，大家拢要挖大饼、细饼的谁要食？咱就爱怨无怨少，毋免甲人相计较，因为计较嘛无事使，福气若到自然来。另外还佫一句，
搁一句俗语话，嘛是咧讲吼，看着讲正做西瓜的情景，产生对世间种种人事的道理。这句俗语讲，西瓜藤搭伫咧菜瓜坪里。咱嘛知影讲，菜瓜较轻啊，菜瓜坪搭起来，菜瓜藤发伫咧坪顶啊。毋过你甲想，西瓜藤搭踮菜瓜坪里，敢有效？西瓜动快快呢，真正西瓜发出来，无但规个菜瓜坪都互伊缀甲倒去，这就是啥？这就是讲头路倒兵做啦。你无照起工，照情理做，西瓜藤搭伫咧菜瓜坪里，安尼敢对？安尼毋对啦。敢若种一个西瓜，就遮侪趣味的俗语来产生。你甲想，永早农民遮尔有智慧，用真侪真古锥的言语，一句话，就要教咱一种社会上的情理。过来，西瓜讲完，咱换来关心蒜头。今年气候一困啊寒，一困啊热，影响蒜头的收成。分林的蒜农嘛表示讲，今年蒜头大细粒差真济，今日减收3成到5成。因为产量少，价销悬。有诶，惊吼会去互偷收去，地方诶警员但嘛已经增加，暗时去巡蒜头园诶路线啦。伫过日啊，挂手农，几百人伫园里无闲夹蒜头，剪头起尾，蒜头一刀一刀收。毋过粒头大细有真差，整体比旧年拢较细。分林当时诶蒜农表示，今年受到气候诶影响，平均诶产量减3到5成。应该是差不多损失3成至5成。迄阵过年迄阵哦，有一家霜雨啦，啊可能我那有污染。拢损失，即摆上少也损失有3成。蒜头遇到这个要采收期前了，那结种的时候就是要有稍微一点点带蓝红，不能太强，要慢慢啦。但是今年都是很酷热啦。分林种蒜头超过4000公顷，产量占全台的8成。蒜头惊热、惊雨、唔惊寒。今年蒜头咧结的时，温度超过24度，地属蒜头无啥会大，达分地减收要1000台斤，量少价销悬，恐惊会互人淘汰。为着保护蒜农半冬以来的生活，台西警方嘛加强巡逻。这个蒜头的采收期我们各所会针对我们辖区的蒜田来做一个那个专线巡逻，特别是加强深夜的巡逻。重点地区我们会设置爆闪灯，然后增加警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疫情当咧炭烧，一般认为蒜头会当促进身体健康，需求嘛增加，价销比旧年起4成，淡的一斤差不多35块。虽然价销好，毋过量少，农民收了加减补贴，目望贼头卖来倒收。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过来关心咱台中遮天外天剧场，进前3月31的时阵，因为台中市政府已经宣布讲，无要列作古迹，嘛无要列作历史建筑。结果，台文化部是认定讲，即便审查的过程有争议，和调查研究的报告有出入，也搁伫咧理清定数。上知影讲，所有官员所趁清明年假头一日，就请大家期待和工人要拆。文化部文书局得到线报，赶紧去到现场，嘛直接宣布。天外天剧场列作暂定的古迹，阻挡人要拆。工人甲怪手趁大家无注意，偷偷进行拆除，被文书团体发现阻止，工人也搁伸手想要阻挡记者摄影。台中天外天剧场民主身份争议还未结束，但是所有权人请来大雄机构，拍算伫咧清明连假第一天进行拆除，加在被文化部及时动来。审议并没有取得古迹或历史建筑的资格，但是部长觉得应该还是要再审慎一点再请我们协助来帮忙沟通，看看能不能后续还看如何再来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奉部长指示会来完成在天外天的暂定古迹的身份。文化部文书局表示，虽然天外天剧场无被台中市政府予以文主身份，不过因为审议结果甲调研的报告有出入，文化部也搁咧厘清，甚至有请保全伫咧现场维护建筑物的安全，但是所有权人嘛是有动作。台中市文主书记表示，因为天外天目前无文主的身份，所有权人当然会使拆除，不过尊重文化部的做法。因为市府已经有做成决议了啦，就是不指定或不登录，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其他的。我们尊重文化部的那个做法，这样。那你不予指定为古迹，而且这个已经确定了，那老百姓人家要拆人家的私人的财产，于法有什么问题？你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不尊重地方政府的决议，也不尊重地方政府的公权力，也不尊重老百姓的私有产权嘛？
文化部文书局以来做暂定估值的方式，甲拆除动落来。不过所有权人的律师就认为，台中市政府无予天华厅局长文书身份，是经过几啊年、几啊届的文书审议做出来的结果。拆除并无违法，但是即马中央直接介入地方政府的决议，根本就是拗办无理。会甲所有权人讨论，寻求相关的行政救济。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台北市的消息，昨日咱有报讲，台湾师范大学有学生诊断确定得着武汉肺炎，学校当嘛趁清明休假，开始规片校园大消毒。佮特别宣布讲，假期收煞后2礼拜内，规间台湾师范大学拢会采用远距离的课程，啊，就是学生唔免入去学校，踮家己厝内开网络听老师教课就好。人员挂保护目镜，穿规身的装备，伫教室内底喷消毒水，走廊顶公共空间嘛无放过。台师大3月11有学生确诊袂着武汉肺炎，校方趁4月初2清明连假第一天，趁校园无啥人的时阵来消毒，包括校本部、公馆校区、理学院阁有宿舍，学生一透早就拖行李离开，减少伫学校的时间。公馆校区那边是已经校方有开始请学生都把东西收到衣橱里面，然后开始进行大消毒。然后本部这边是没有，但是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提早回家了。连假过后要安怎防疫？台师大嘛宣布讲，4月初6拜1到4月17拜5，这2礼拜全校的课程拢用远距授课，公部也是无公部拢会使。而且为4月27开始，含台科大小共60人以上的课程，转改做数位课程，像通识课。基础必修的课程，学生可能爱改做伫厝内也是宿舍内底线顶学习。4月6号到4月17号呢，我们就是建议各系所尽量采取这个远距教学。17号以后就要视这个各个系所他们的需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数啊，人数太多，如果通风环境不好，这个我们我想这个都是最重要的考量。那接下来就要视讯上课了，会不会觉得担心不习惯？不会，因为之前有些老师就已经开始试行这样的上课方式。还好反正就科技嘛，老师应该比较不适应吧。远距教学的效果敢袂拍折，校方强调讲，为这学期开始就已经在训练，所有的学生拢要按老师的要求留学习的记录，而且为4月18过后，各系所会当看状况维持远距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搁再关心6都的消息。3月30，高雄市的教育局宣布讲，5月初3进前，高中以下的学校无要搁对外界开放。啊，毋过昨日就有民众无照规定行，牵狗仔入去一间国小内底咧散步。学校这边当嘛公布监视器的镜头，望民众都毋通知法犯法。卫生局嘛表示讲，若真是查到是会处分，相当会当罚甲15000块。监视器翕到一名民众暗时带狗仔，伫高雄市的中正国小教学区行。这是3月31号暗时7点外的画面，但30号开始，学校已经伫大门甲围墙大个市，为了防疫校园无对外开放。应该是用钻的进来了，因为在隔天我们马上请我们的事务组长跟我们的总务主任，还有我们的警卫我们整个校园逛了一遍。我们知道哪边有比较可以直接进入的地方。学校事后用盆栽挡住围墙的旁，希望避免民众伤简单就入来，嘛将学生常常接触的游乐设施佮消毒一遍。不过高雄市无开放高中以下校园的规定，30号拄上路。校方嘛烦恼是宣导无够，造成民众无小心入来。但是社区民众就认为应该爱处罚，互违规的人唔敢过来。年纪大的有些还是翻墙，我认为是很不应该。小朋友大概还可以，因为他不懂嘛，大人还做那个行为，我认为是很不应该。已经规定不能进去了，还是翻墙进去，这样可能要处罚。因为是高雄校园禁令上路以后的第一件违规，加上有袂少学校是开放式的校园，要防止更加无简单。卫生局表示，若是学校有查到，会使送卫生局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3000到15000块。记者王介川、郭建准高雄报道。咱再来看中国上届新发表出来医学临床的研究指出讲，武汉肺炎复原了后煞好无利，搁在第2摆验出病毒的患者普遍拢较少岁，尤其未上10岁的少年囡仔，这上介济。啊，第2摆搁验到病毒者的人，多数是拢无症头，也袂去话人，推测起来可能是进前致病病毒核酸留在体内清无透，才会发生这款情形。世界各国武汉肺炎康复出现的个案愈来愈多。验过这么也传出真侪个案搁在复发的消息。
伫中国上新的临床研究指出，甲无复发的患者比，复发的患者伊的特点是，确诊时阵大部分拢是轻症，年纪较细，在40岁以下青少年比例较悬，复发时阵也拢无疾病的症状，同时也无传染性。这可能是进前感染的病毒核酸遗传伫咧体内，还未完全清除。青少年呢，他们就是看起来他们免疫反应跟病毒之间是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妥协，所以使得他的基本疾病呢，就整个急性的病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他拖到恢复期的时候呢，病毒也存在的比较久。医生讲，康复患者出现复发的原因真多，包括采样的部位甲方法。病毒伫咧体内残留量，也个核酸检测试剂等等，因此对康复患者的复发唔免过度解读。另外，对于研究数字也会当看出，糖尿病的患者若是得到武汉肺炎，死亡率是一般患者的8倍。亲像是国内5位死亡个案内面，就3例是有糖尿病史。免疫细胞处在一个高糖的环境里面，它的反应会变差，这个在体外实验就证明了。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关键在血糖控制好不好？对于最近几天确诊个案的比例慢慢较缓和，医生认为这是台湾的社区防护能力强，大家也拢有警觉性，会接洗手、挂水安。不过清明连假又有另外一波国外转来民众，因此国内也阁无算建立安全期，防疫依然未当放松。记者综合报道。清明休假头一日，台东县嘛开始有袂少旅客湧入去，饭店房间也带到6、7成订。走绿岛和南势的客船，掠今仔日会载2200外旅客过去。因为目前敢若剩台东花莲港，还阁无人抵着武汉肺炎。但嘛有一寡原住民部落的出入口，拢已经开始甲去遐咧行搭的人磅体温咯。好讲渔港客轮码头为早起7点就开始载要去离岛，阁有南势的旅客。为着防范疫情拖到外岛，客轮业者特别伫码头设磅体温的所在，而且要求旅客挂嘴暗才会当上船。部分的旅客阁家己准备打洗手，嘛有人挂手龙上船，做好个人的防护。即届连续假期，客轮头一摆实施坐船爱验身份证，有防机甲检疫的人偷走上船。防护要做好啦，我们做好，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我们上船的旅客啊，我们会请船公司协助量测体温。那量测体温还有戴口罩的部分。客轮业者表示，初二按算会使来回离岛，阁有南势总共21个船班，不过坐船率只有7成，估计超有2200外的人要去离岛，阁有南势。台东饭店大房率估计会到6、7成以上。业者讲，比疫情发生的期间阁悬真济，不过大部分拢是休假前2、3天才订房。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差别大概会有3到4成左右，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好。对，那基本上客人都是以临时入住的居多啦。即马台湾本岛敢若剩花东2县无传出确诊的病例，不过清明连续假期有大量游客要去台东，有民众开始烦恼讲病毒会拖去台东。是外县市来的，我比较会担心。部分原住民部落各地入口小24小时发烧体检站，管制发烧转来走人购游客来到部落。希望部落最后这一块进度能够平平安安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咧拖，清明连续假期到台东旅游的人阁真济，呼吁民众避免群聚，做好防护措施，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对婚成功这4字是好结条，过去真侪民众拢会专工走去中部拆这张车票。但伫咧台南林德区成功里，嘛有设一搭对婚成功的公园咯。这是里长和里民做伙，甲爬乡的地整理做一片真有特色的公园。按算4月就要开幕，咱嘛先来眼界一下。滨高岛的声音亮亮叫，摆在面顶写对婚距离145公里，成功距离1公里。这毋是台中的成功火车头，这是台南仁德区成功里的成功火车站。在地里长甲里民做伙，甲这片抛荒的地整理变做一座公园，对婚成功。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是一个小山坡。小山坡我整理开了后，这个做开迄个气味吼，佮感觉足成的，像是个月台迄个感觉啊。有这个主结构了后，我就想讲，安尼来设计，就以客道来做主题啊。铁基路、旧车牌、滨高岛，逐项拢真较真。里长讲，这个设计改过6遍，大家做伙结头壳出钱佮出力，就是要打造一个特色的公园。目前阮即嘛还未做的，就是外口周围佮有白色的剑山，
这白色的剑山爱搁甲做一个围墙啊，围起，迄整个气势就开。里长感谢在地人民来到烧天，对无到有打造一个火车头工行。过程当中，有风破劳动服务业个人来到做工，结合民间甲社会力量，互地方加一个散步翕相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北新农园发生爆炸到今已经4年外，由原还有真侪受伤的人，搁伫咧复健。27岁黄品如小姐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为着莫互亲人过头烦恼，伊敢若复健半冬骹步就打出来，倒转去继续跳舞，因为这就是过去伊上介喜欢的一门艺术。当黄小姐搁替身体较不便的学员特别设计跳舞的课程，望要引带学生重新搁再得到自信心，参与同款。坐伫咧椅仔顶头，带身体比较较有欠缺的时代做运动。27岁的舞蹈老师黄品如真活泼，也搁充满热情。不过伫咧4年前，伊才拄为大学毕业，迄当时真不幸伫咧北身颠簸意外，身体有超过一半的面积烫着伤。即阵会使重新站起来，黄品如讲，这一路行来非常的辛苦。当然，一开始跳舞其实是很痛苦，因为脚没有办法承受我的身体的重量，所以它就会麻，然后会痛会痒。可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加上就是不想要让父母担心，所以我就会希望去跳舞，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跳舞的样子很开心很快乐，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的辛苦。一句为着无爱互出来的人烦恼，黄品如只用半年的时间复健，把家己的状态调整好势，重新回来跳舞。伊唔拿把舞蹈当作是复健的一个过程，伊还阁设计体适能的课，要互身体协调性较歹的身障朋友也有适合家己的运动。我觉得是团体，然后老师又带动，然后我们比较有动力啦。虽然是坐着，但是其实脚的部分他们也是可以做运动，活化他们的一个机能，然后预防他们的一些老化。短短3个外月的运动课，学员拢真欢喜，会是伫咧黄品如的领导之下，享受跳舞的快乐。黄品如行过黑暗，未来伊希望会使用坚定的信念，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自从云林麦寮港开始运转，甲海底电缆的工程完成了后，这几年渔港拖沙坐底愈来愈严重，沿海地区靠河、四河大细的渔民生存是真受影响。云林县政府水利处嘛表示讲，已经有甲渔业署甲台电公司申請2000萬的经费，等着赶紧办理清渔港积沙的工作了。云林靠河乡的渔民坐伫咧竹排仔顶准备靠岸，毋过煞空手倒转来，因为竹排仔也袂使到海口，就因为拖沙伤过高，全无法度出海，就连车叶仔内底拢是沙。港口要出去再等嘛，那就搁浅了，然后就搁浅，然后就不能作业嘛，然后就要被等那个潮流满起来没有，它才再开动啊，所以就等到下午。然后去的时候，那个鱼都已经过时了，都已经不新鲜了。渔民讲，自从麦寮港起好了后，这几年只要东北季风到位，海港积沙的情形就严重。这阵佮加上台湾本岛和澎湖伫咧做海底的电缆工程，沙土是愈积愈高。渔民建议去冻沙吧。做迄个台风顶来了后，伊这沙较无顶当，这沙拢乌白走。乌白走航道，这航道要出去外海，变成剩一底啊尔。你驶无准，就拢沙沙啊。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即阵先几月，甲航道也有港区的土沙清理好，已经向渔业署也有伫咧附近施工的台电申请经费。我们估起来，就航道清疏需求大概有1000万，港区内的一个清疏需求也有1000万。假如有经费到期的话，大概整个工期发包跟施工大概要半年。水利处表示，积沙的问题其实是年久过深所累积落来，即阵着等申请的经费核准了后，就会替渔民清水路，早就可以互因出海掠鱼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清明休假头一日，因为东北季风透，华南地界分河区开始往东边移沙的缘故。中部以北东半部车拢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阵雨。明仔载东北季风会翻较弱，气候就变淡薄仔较温暖。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19度到21度。中部21度到24度，
南部22度到26度。东部20度到23度。金马平湖13度到21度。小弟郭国清本人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